各位街坊，8點開咪，勞亂萬亂，又有嘢講。華家沙集講有一則新聞，南亞媽咪帶仔上海堤石壆睇浪被捕，聽到有啲議論，絕少人贊成媽咪咁做，但有人話危險啲啫，使唔使去到拉人啊？我曼聯作為專業社工有嘢講，如此拉人不必大驚小怪，就算唔去海邊，獨留家中，關門打仔都係疏忽照顧。有啲家長可能心底會閃過一種情緒，仔女係我親生，我話事。究竟應該邊個對仔女生命負責呢？懷胎3月前就家長話事，之後就社會人人有責。18歲成人後咪自己話事咯。西方人講冒險精神，對仔女係放養，但都唔會好似今次咁將仔女條命教飛啊。中國人慣用圈養，正所謂湊仔女，我哋只會錫到窿晒，未有耐夠膽去冒生命危險。為仔女嘅未來着想，除咗圈養，更應該係扶養，既要栽培，更要輔助，然後仔女他朝自立，先係真錫。有啲大富豪都會教仔女粗茶淡飯，獨立自主，唔係奉旨做二世祖。風中教仔被拉，令家長都可以思考下自己嘅教養之道，點樣令仔女唔使去睇浪，但都可以有驚無險，經風雨見世面，唔會一失足成千古恨。當中大有學問啊！今日係咁先，下次再見。